哦，2017年嘅第九題啊，呢條已經係一條幾難嘅題目嚟嘅，就問邊一啲構造過程出現喺喜馬拉雅山區啦。咁大家都知道喜馬拉雅山區咧，其實係一個破壞性板塊邊界嘅地方咯。咁而破壞性板塊邊界咧，會造成三種內凝力作用嘅，最多噶啦，就係接曲、斷層同埋火山。OK，咁但係咧呢條題目咧，其實好多同學咧都會答咗一二接曲同斷層，咁其實係好正確嘅。首先接曲嚟講啦。因為喜馬拉雅山就有一個接曲山啊嘛，咁所以喜馬拉雅山係一個大陸地殼撞大陸地，即係落板塊撞大陸板塊嘅一座山啦。咁所以接曲係一定會有啦，係咪？咁而接曲嘅時候咧，當有接曲啦，都有機會出現咗斷層作用啦，岩石嘅移位，因為的確個內力都好勁。咁但係點解火山作用都有咧？就係其實好多同學都冇揀，係咪？但係其實要揀呢個答案係 D 嘅。首先有兩個解釋，第一啦，因為其實喺喜馬拉雅山係大陸撞大陸板塊之前咧，其實佢係有大陸撞海洋嘅。我哋喺以前好耐以前啦，我哋只不過個海洋已經俯衝完啦，咁啊最尾先變翻大陸撞大陸嘅啫。同埋第二啦，even 而家雖然大陸撞大陸啦，但係其實仍有好微量嘅一啲我哋叫侵入火山狀啦，但係其實都會係 keep 住喺喜馬拉雅山區出現。咁所以呢條題目咧，係冇話主要啦，亦都冇話乜嘢，即係有出現過嘅作用就係啦。咁所以比較 tricky 啦，有出現過嘅，亦都冇話幾時啦。咁所以有出現過嘅咧，我哋都會當佢係答案嚟嘅。咁所以答案咧就係一二三呢一條。好啊，咁啊去到第10條啦，2017年嘅，咁亦都好簡單嘅啫呢條題目。咁我問你上述嘅描述係正確啦。咁有地幔熱柱，地幔熱柱咧其實就係一個熱點火山嚟嘅。OK，大家要記得啦，我係熱點火山，我即係嗰度嘅地幔熱柱嘅意思咧，就係嗰度嘅岩漿咧係特別熾熱嘅。OK，特別熾熱嘅嗰個地方，咁你就會見到啦。該列火山島係由熱點產生嘅，咁肯定啱啦。你見到好多個島嶼嘅，可愛島、歐胡島、摩洛海島，一二三四五六啊，咁呢度五個島嶼啦。OK，好啦，咁啊，第二啦，該列火山島原穩定性板塊邊界出現，咁就唔啱，因為熱點火山咧，OK 就唔係喺個板塊邊界出現嘅。我哋世界上面咧，雖然有超過95%嘅嘅一啲構造災害啦，或者一啲地貌啦，都係由呢一個板塊嘅碰撞啦，或者係板塊嘅移動啊等等而形成嘅。OK，即係板塊邊界。咁但係熱點咧就係僅餘嗰5%。OK，就係正正喺嗰個地方咧，地底嘅岩漿特別熾熱啊。OK，咁所以就會形成嘅，你就會見到啦。第三啦，該列火山嘅年齡從東南向西北方向增加。年齡由東南向西北方向增加，換言之，即係西北，即係呢邊啦。我哋呢邊即係西北，我哋東南即係呢邊啦。OK，向呢邊方向增加，換言之，即係呢邊嘅年紀咧就會大啲嘅，年紀大呢邊嘅岩石年紀咧就會細啲嘅，近夏威夷。點解咧？係咪啱咧？係啱嘅。因為你見到個板塊移動啦，其實佢就會 keep 住喐嘅，呢啲島嶼都，呢個島會移向左邊啦，歐胡島會移過嚟啦，跟住順帶呢啲都會移過嚟。好啦，當夏威夷島移離咗地幔熱柱啦，而離開咗啦，下一個新嘅島嶼咧就會喺呢度咧就出現啦。咁所以越近地幔熱柱咧，咁其實個島嶼就越新越遠離個地幔熱柱咧，咁個年紀咧就會越大。咁所以可愛島嘅年紀咧喺呢度嚟講咧，suppose 應該就係最大噶啦。咁所以佢話個年齡從東南向西北方向增加咧，其實係啱嘅。咁 sorry，答案就係一三 boy 啦。OK，好啦，17年嘅第11題啊，咁啊邊啲因素影響地震強度啦？咁有三個。第一，餘震次數，呢個係因果關係嘅。OK，地震強度係個結果啦。而家要有啲咩因素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下，餘震係咪一個影響地震強度因素咧？唔係喎，因為餘震係地震完或者再震啦，咁先叫餘震啊嘛。咁所以其實餘震係一個結果嚟嘅。OK，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因素。答案要呼之欲出就係 C 噶啦。不過我哋睇埋震央距離啱啦。咩叫震央咧？就係喺
呢度咧，OK，當呢個地震發生啦，OK，啲地震波喺邊度釋出嚟嘅咧？呢個就係叫震源，就喺呢度釋出嚟嘅。地震波就四方八面咁樣釋放啦，OK，去到地面啦，去到地面，OK，震央就係垂直於震源嘅呢一點啦，OK，震央即係講緊啲地震波咧，OK，直接咧喺個震源度上咗嚟啦，我係垂直於震源嗰一點，咁所以其實呢一點咧，suppose 承受嘅地震波咧都好強。咁如果個地方就喺個震央附近嘅話咧，咁佢咪會震得再勁啲咯。所以同震央距離越近咧，嗰個地震嘅強度咧就會越高啊。咁你記住啦，震源，OK，同埋震央。咁啊，震動持續時間唔使講啦，咁震得越耐咁，梗係越危險啦，係咪？個強度就有機會越高啦。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C 啦，呢一條。好17年12條非常簡單啊！邊啲措施可以有助減少地震中傷亡人數咧？有抵禦地震嘅建築唔一定得啦，呢個係咪？咁啊，防震，防止棟樓冧啦。OK，咁一定可以啦。裝備良好嘅救援隊，冇錯嘅。啊，因為可以第一時間咧，假設真係有地震發生，都可以即刻衝入去個災場嗰度咧，係有系統咁樣去進行救援啦。OK，非常之重要啦。點樣去俾啲物資？OK，一啲受傷害嘅被困嘅人咧，咁樣地震演習亦都係啦。OK，平時住喺地震區附近嘅人咧，都會進行演習啦。啊，好讓佢哋未雨綢繆啊。假設真係有地震發生啦，touch wood 唔好彩啦，佢哋都知道咧走去邊度避難，OK，避免咧坐以待斃。咁所以1、2、3呢個答案咧都係啱嘅，答案就係 D。好啊，2017年13題啊，海岸嘅題目啊，C2啦，咁都好簡單啫。海岸地貌先辨認地貌啦，有一嚿石自己突出嚟嘅，呢個就好明顯咧，就係海蝕柱啦，海蝕柱嚟嘅。海蝕柱係海岸嘅一個侵蝕地貌啊嘛，咁啊就喺下面睇翻邊一啲係有利侵蝕嘅作用嘅原因咧，咁就係答案啦。摧程長係咪啊？係啦，咁啊摧程越長咧，就可以累積越多嘅能量啦，咁所以個侵蝕能力就越高啦，咁所以一係啱嘅。第二，位置掩蔽一定唔啱啦，大家你見到位置都好暴露啦，係咪？出邊就係一望無際嘅海洋，咁所以位置掩蔽咧，其實係有利沉積而唔係侵蝕，而係唔啱嘅。第三，該處有弱線啱唔啱啊？肯定啱，弱線即係裂縫，即係本身嚿石頭咧可能有啲裂縫嘅。啊，當啲海水打埋嚟嘅時候咧，當啲海浪打埋嚟嘅時候咧，就會更加容易滲入個石頭入邊啦，從而進行一個侵蝕嘅作用啦。OK，咁所以三咧係啱嘅，答案咧就會係 B 啦，呢一條。好啊，17年第14題啊，哇，水文曲線圖嘅題目啊，係問你滯後時間啊。首先學水文曲線咧，最緊要記得幾個 concept 啦。第一，我係呢啲棒棒啊，棒形圖呢啲棒棒啦，就係降雨嚟嘅，降雨量係咪？咁我哋一定要留意咧，最高降雨量嘅時間，係即係呢一點。OK，換言之，即係4點鐘，4點鐘。OK，喺呢幅圖嗰度。好啦，呢條虛線嘅最高點咧，OK，最高點咧就係洪峰流量，OK，洪峰流量即係條河入邊咧，河水最多嘅時間嚟嘅，OK，咁同學會有個疑問嘅，乜最高降雨量同河入邊最高嘅流量點解唔一樣嘅咧？咁啊，梗係唔一樣啦，因為你瞬間落雨。但係嗰啲雨未必即刻流入河流入邊噶嘛，係咪？即係需要時間噶嘛，有個緩衝期嘅。落雨最多嗰刻唔代表係河流最多水量嗰一刻。咁所以呢度咧，滯後時間嘅意思就係最高降雨量同埋洪峰流量之間啊，究竟差距嘅時間係幾多咧？咁你拉翻條線落嚟啦。OK，咁啊6點同埋4點，咁中間係隔2個鐘，咁個答案咪就係 A 咯。啊，就係咁簡單啫，呢度。我17年第15題啊，OK，咁啊河流中游啦，都可以其實係下游嘅一個曲流嚟嘅 S 型，你見到啦。咁啊比較兩點嘅啫，X 同埋 Y，OK，一個咧就係外河岸啦，我哋一定有上堂都學過啦，一個就係內河岸啦。咁啊睇睇啦，河流流速啊，咁啲水其實咁樣流落嚟噶嘛，OK，咁所以 X 嘅流速咧一定係快啲嘅，因為啲流速全部打晒過去啦，係咪？咁所以一已經錯咗噶啦，X 點一定係較快嘅。河流作用啦，X 點咪侵蝕，咁一定啱啊，因為啲水喺度打過嚟啊嘛。咁 Y 就冇乜水嘅，咁所以就會有啲嘢係沉積。OK，咁所以
二嘅答案就啱啦。三啦，河流陡岸，喂，冇錯，咁啊，因為係咁侵蝕嘅時候咧，OK，咁個波度越嚟越陡啦，喂，咁啊，所以就會有陡岸啦。啊，咁而呢度咧，內河岸咧就係 keep 住侵蝕啦，啊，sorry，keep 住沉積啦，咁所以就會有沖積波，喂，啲沉積物不斷咁樣搭高累積啦，咁所以個地貌咧就叫沖積波。咁河流嘅外河岸咧，受嗰邊侵蝕咧，就叫做河流嘅陡岸。OK，係啦，咁所以答案咧好明顯就係二三 C 啦呢一條。17年係16題啊！哇，呢條可能你都錯咗，會嚟睇睇呢條片啦。我係 P 河道同 Q 河道嘅分別，首先辨認咗兩條唔同河道究竟係河流嘅乜嘢部分先啦。P 一定係上游啦，因為大家見到個瀑布係咪？咁啊 Q 條河流咁闊啦，又彎彎曲曲啦，咁肯定係一個下游嚟嘅。OK，好啦，咁上游同下游嘅比較嘅啫，一齊睇睇啦。坡度。邊個較陡峭咧？咁啊，肯定係 P 較陡峭啦，Q 較平緩，一睇都知啦，係咪？咁啊，上游一係依山而落噶嘛，由個山度開始，咁所以上游一定係較陡峭嘅，一定啱噶啦。咁所以 C 就錯硬啦。好，第二，搬運物火粒大小，P 較大，Q 較小，啱嘅。我因為一開始我喺河流，咁啊啲搬運物一定係最大粒噶啦，係咪？慢慢透過唔同嘅侵蝕作用，我喺搬運作用。我係咁落到去中游，落到去下游，咁啲搬運物先越嚟越細粒噶嘛，咁所以一開始搬運物嘅體積咧就比較大嘅，係啱啊。好，第三啊，啱唔啱咧？河道侵蝕能力較高，其實係唔啱噶喎。雖然好 make sense 嘅個答案，OK，P 河道因為上游大家學嘅就係侵蝕為主，係咪有溯源侵蝕，有下食等等。咁但係內河咧，我哋話河流能量係受制於乜嘢咧？其實主要係受制於河流嘅水量啊嘛，同埋流速。咁你就會見到啦，河流嘅水量邊個多啲咧？一定係下游多好多，多好多水嘅。咁所以其實下游咧都有質食，下游都有質食，冇錯啦，下游都有質食。我哋雖然下游嘅主要作用係沉積多，咁但係你都唔能夠忽視下游嘅侵蝕能力嘅。OK，所以喺水量係一個最決定性侵蝕能力嘅因素嘅時候咧，咁所以下游水量多咧，結果就會個侵蝕能力咧就更加強，更加強。咁所以 P 河道嘅生產力較高咧就唔啱啦，相反應該係 Q 河道較高添。咁所以答案咧就只有 A。呢一年咧，好少同學啫，得19% 嘅同學咧啱嘅，咁所以一定要記得河流嗰三種作用：侵蝕、沉積、搬運，係好多時都會互相去考核，一定要記住啊！17年17條啦，送分俾你啦，啊，都成日教啦。植林對水循環有乜嘢嘅影響啦？OK，當有樹木嘅時候啦，有樹木嘅時候啦吓，咁下滲會唔會減少啊？一定唔會啦，樹木係下滲增加，節流增加啊嘛，係咪？咁啊，一定係唔啱噶啦。好啊，地表徑流增加，OK，會唔會啊？咁一定唔會啦，因為有樹木截住咗啲水，係咪？咁下滲又多咗，咁地表少咗水，地表徑流又如何增加咧？咁唔啱，答案就係 C 啦。因為樹木咧有咗樹葉、樹幹、樹枝，呢啲水咧都會有機會係蒸發咗啦。OK，咁所以喺關於樹木嘅蒸發咧，其實就我哋叫做蒸騰作用，因為啲水會截住咗喺樹枝啊、樹木啊、樹幹啊等等，係啦，咁呢個叫蒸騰啊，大家要記住啦吓。咁答案就係 C 啦。咁啊，去到 C3嘅題目係17年第18題啊，鋼鐵業由內陸遷至沿海嘅原因啦。OK，我好大機會咧，就係80年代左右啦。我哋先要發展沿海地方啦，改革開放嘅時候啦，點解要咁做咧？OK，靠近煤礦一定唔啱啦，因為沿海係冇乜煤礦噶嘛。C 啦，享用稅務優惠，咁稅務優惠唔一定要喺沿海啊，係咪內陸都有機會有噶。咁啊，受惠於較低勞動嘅成本，一定唔會啦，因為沿海嘅勞動力咧係比較發達啲啦，人工比較高啲，啲城市亦都比較先進啲，咁所以一定唔會平。咁所以唯一可取嘅答案咧就係方便出口，或者將一啲中國生產嘅鋼鐵咧輸送到去出口到其他地方咧嗰度售賣或者去中國唔同嘅城市嗰度咧去到利用嘅。我17年第19題啊，邊一項係市場導向工業？一個幾難嘅題目啊！通常我哋市場導向嘅意思咧，就係嗰最終嘅製成品啊，或者呢個工業啦，係要近市場嘅，OK，即係容易啲賣啦，或者越快賣到俾啲 customer 咧，咁就越好嘅。咁通常有幾款嘅，我係第一款咧，就係一啲易腐爛嘅產品。
OK，例如係嗰啲芝士啊、牛奶啊、乳酪啊咁樣，因為擺得耐咧爛咗就唔得啦，又係易腐爛啦。好啦，第二咧，通常係一啲好重啊，或者係我哋叫做增重嘅工業。OK。即係增重工業嘅意思，即係個製成品咧，比起原材料係重好多嘅。一陣我哋會再講到啦。第三，可能係有時間性嘅。哦，如果呢一刻唔賣咧，呢件貨品就個價值就會低咗好多啊。例如係報紙，OK，今日嘅報紙你今日唔買咧，冇人會買翻前一日嘅報紙噶嘛。OK，亦都唔會再值錢。咁所以呢三樣嘢咧，主要就係近市場導向。咁我哋一齊睇一睇 A 紡織。咁紡織就應該唔關事啦，係咪？咁紡織都好輕啦，佢係一個勞力密集嘅一個工業啦，係啦。咁亦都唔會易腐爛啦，亦都冇時間性啦，係咪都擺得嘅？咁 B 啦，煉鋁咧都唔似係啦，因為煉鋁咧其實係一個要好接近能源，係一個能源導向嘅工業嚟嘅，佢亦都唔會易腐爛啦，係咪？喂，咁所以 B 亦都唔啱。咁 C 啊，汽車就啱唔啱？其實啱喎，汽車製造點解咧？因為佢係一個增重工業，你諗下。即係汽車有好多嘅部件啦，例如車轆、車鈴，係咪玻璃？跟住仲有可能係梳化、皮座、我嘅軚盤等等，呢啲我哋要組裝埋一齊，令到個產品越嚟越重。OK，咁我哋就會越近市場度賣就會越好啊，因為方便嗰個減低個運輸成本啦，係咪？越近就越好嘅。咁雖然啲啦，食物加工業都係增重工業，因為將啲食物可能加咗個罐頭落去啊，加咗啲包裝啊，令到佢重咗啊，亦都可能易腐爛喎，因為佢本身食物。但係其實啲食物加工咧，其實佢加咗防腐劑，係咪加咗可以加啲防腐劑可以保鮮好耐啊嘛？咁所以其實已經唔係易腐爛。咁就算 even 我真係整咗個罐頭俾佢啦，咁重極有個譜啫。如果對比起汽車係咪？咁所以 C 呢個答案咧，係最佳嘅喺呢四個入邊，咁所以答案咧就會係 C 啦呢一題。我17年就20題啊，其實背書題目嚟嘅，最中意就係出呢啲咧有時間性嘅，因為最容易就係做噶啦。1950年代香港嘅工業區，我哋仲要主要嗰隻，我哋基本上一睇咧都知答案係 A 噶啦。點解啊？因為 B 屯門、C 沙田、D 大埔呢三個咧都係我哋喺 C4呢課書學嘅新市鎮。新市鎮係幾時開始啊？就係近郊化開始，1970年代。咁所以香港最早期嘅工業區咧，唔應該係最早，1950年嘅工業區咧就會係喺荃灣。甚或乎咧，觀塘咧，如果有嘅話，都係一個合適嘅選擇。咁所以荃灣咧，比起啲 B、C、D 嘅答案咧，就會係更加係吻合啦，喺呢一度背書嘅啫。17年21條啦，工業慣性啊，即係講緊間廠咧已經喺同一個地方設立咗好耐噶啦，我哋就唔想搬走嘅。even 其他地方有啲誘因都好，我哋總有一啲原因咧令到佢想繼續喺呢一度，我係唔想搬。第一，搬遷成本高昂一定啱啦，你搬呢啲廠係好難，特別係鋼鐵廠係咪？咁多零件、咁多廠房、咁多製成品、咁多原材料，好難嘅。或者三，維持工業聯繫啱唔啱啊？肯定啱啦，因為同隔離廠房好熟啦，可以隨時交換資訊啦，咁等等係互相幫助，咁所以13咧都係啱嘅。咁開拓海外市場就唔關事嘅，我哋開拓海外市場其實就走咗啦，係咪？咁唔會係工業慣性嘅原因嚟噶嘛？OK，咁所以答案咧就係13 boy。17年22題啦，工業集聚接住落嚟問嘅啫嘅好處，咁啊共用設施啱唔啱啊？啱啦，OK，因為我隔籬鄰舍都熟啊嘛，啲廠唔同嘅廠房可以大家 share 一啲設施啦，萬一壞咗都可以問其他廠房借住用先啦。促進資訊流通啱嘅，OK，即係大家互相交流下啲咩最新嘅科技啊、最新嘅材料啊、最新嘅一啲研發嘅過程啊等等咁都啱。降低污染水平就同工業集聚就完全唔關事啦，因為呢個亦都同集聚係無關係嘅。OK，降低污染，因為降低污染唔需要透過集聚去做啊，係咪？所以兩者係冇一個正關係。咁答案就係13 boy 啊。咁啊去到17年啊，第23條題目啊，C4嘅題目嚟嘅。
咁啊有一個關係圖啦，呢個一睇咧先判別咗咩關係先啦，係咪？呢個係一個負關係啊嘛，Y 越高，同市中心距離咧就會係越近嘅。OK，咁啊睇下啦，地租越高，市中心距離越近，咁肯定啱啦，係咪？咁咪越近嗰個商業中心區 CBD 個地租就越貴啊嘛。點解咁貴啊？因為方便啊嘛，可達度高，咁所以一定啱啦。第三啊，樓宇高度，咁你諗下香港係咪？中環嘅樓嘅高度係咪基本上係最高？例如 IFC 嗰啲啊，亦都有好多居樓大廈啦，咁所以三都啱，答案就會係 d 咁啊，好容易啫呢一題。越近商業中心區 CBD 咧，基本上呢幾個因素咧都係越高嘅。好啊，17年24題啊，另一條 C4嘅題目，咁啊又係問你城市化同城市成長啦。OK，今次兩個國家 X 國 Y 國，白色嘅就係城市人口，深色嘅就係鄉郊人口。咁我哋一齊睇睇。X 國喺2010年出現城市化，城市化就講緊個 percentage 啊嘛，住喺城市嘅人口嘅百分比係有增長嘅。咁啊 X 國啦，係咪？咁啊呢一度係當佢係450萬人啦。OK，total。咁啊住喺白色嘅，又係住喺城市嘅就150萬啦，咁樣。OK，300萬去到450萬嘛，即係150萬。咁所以大家就150啦，over 450啊，咁啊乘以100%，咁啊大約係33%到啦，係咪？好啦，去到2010年啦，OK，600萬人口啦，total，咁就300萬住喺城市嘅，即係300 over 600乘以100%啦，咁換言之即係有50%啦。50對比33，即係有城市化啦，一係一定啱嘅。好啦，二啦，2010年 X 國城市化程度較 Y 國低，OK，咁 X 國係50啦，Y 睇睇啦，Y 嘅 total 900萬人口。住喺白色嘅，住喺城市嘅450萬，即係450萬 over 900乘100%都係50。咁有冇邊個低啲咧？冇喎，大家打和啫，打和即係 super 啦，super 即係冇唔啱啦喺度。第三啦，Y 國於2000年至2010年出現城市增長，城市增長即係講緊住喺城市人口嘅實際數字有上升就得噶啦，齋睇住喺城市嘅人嘅啫。咁啊 Y 國。2000年至2010年出現城市增長，咁唔啱喎。又係00年白色之棒仲多過2010年嘅，即係講緊00年住喺城市嘅人仲多過2010年喎。咁所以三都唔啱，答案就只有 A 啫，一啦。好，17年25條，哇，冇乜特別嘢講呢條。2015年邊個廢物喺堆填區入邊係最高固體廢物嘅種類咧？其實答案咧就係 B 家居廢物嘅啫。我係因為個報告係咁講，咁所以你記咗就得噶啦。時至今日2025年咧，都係家居廢物咧係最高嘅固體廢物量嚟嘅。咁你主要係記住佢啦，25條 B。咁冇乜太大特別嘅啫呢一題。好啊，17年26條啊，咁啊見到照片啊，邊一項係改善道路環境設施，即係呢個設施可以改善邊一個項目啦，咁樣，咁一齊睇睇啦。第一，改善交通擠塞得唔得咧？睇落去好 make sense 嘅，係咪？咁啊，行人專用區，所有車輛禁止進入，咁即係呢條街入邊完全冇車啦，冇車就唔會有交通擠塞啦，冇交通擠塞，OK，咁就可以方便啲啦，係咪？咁啊唔會逼嚟逼去啦，係咪？咁啊好似好 make sense，但係其實唔啱，即係我哋可以諗下，咁呢條路係封咗嘅。咁啲車行邊條路啊？行出邊條路咯，行第二條路啊，係咪？啲車其實唔會少到噶，只不過啲車入唔到嚟呢條路，佢迫於無奈要行去第二條路啫嘛。咁第二條路會點啊？個結果架車行唔到入嚟，行去第二條路，咁嗰邊咪塞車咯。嗰邊塞車，咁其實嗰個區都係塞車噶，冇改善過個道路環境嘅情況噶喎。咁所以一咧係唔啱啊。第二，保障行人安全，咁呢個實啱嘅。冇得唔啱，因為冇車啊嘛，咁冇車起碼唔會有車親人車傷人嘅情況啦，係咪？咁二一定啱啊。第三，減少空氣污染，因為我哋路邊空氣污染最嚴重、最大嘅來源咧就係汽車嘅廢氣，或者一氧化碳啊、汽車嘅尾喉啊等等。
咁所以咧，如果少個車進入啦，或者冇車進入啦，絕對係可以減少空氣污染。咁所以二三咧都係一個正確答案。OK，咁所以26題嘅答案咧就會係 C 啦。27題啊，17年，OK，綠色生活啊，即係環保啦，係咪？咁以下邊一樣嘢係環保啊？第一，以浸浴代替淋浴，咁啊肯定唔啱啦。咪廣告都係教你啦，盡量係即係淋浴啊嘛，用花灑就唔好浸浴，因為浸浴用嘅水其實係好多好多噶嘛。OK，咁所以一唔啱嘅情況下咧，就只有 C 啱嘅嘢。購買本地生產食物，咁啊梗係啱啦，因為減少嗰個運輸啊嘛，係咪？運輸無論你用飛機啊、輪船啊，甚至乎汽車啊。咁運輸都會有廢氣噶嘛，係咪先？咁啲車、啲交通工具，咁所以喺本地生產咧就比較 perfect 啦。涉及短啲嘅一個運輸費啦，同埋一個運輸嘅成本。第三，唔使用集體運輸系統啱啦，例如係地鐵啊、OK 巴士啊等等，就盡量唔好揸私家車啊，因為一個人揸部私家車咧，其實就好浪費嘅。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C 啦，二三。17年28題啊！哇，呢條大粒星星係一條好難嘅題目，相信好多同學咧都會睇呢條片噶啦。我相信以下係南加州農民啊應對氣候限制嘅措施，我有個目的成分喺度噶。OK，氣候限制，我哋睇睇啦。灌溉咁一定啱啦。點解要灌溉啊？因為蒸發率高啊嘛，全年平均度高係咪？咁啊蒸發率高咁所以索晒啲水。蒸發晒啲水，咁所以一定要透過灌溉啦，係咪？一定啱嘅，咁 C 一定錯噶啦。咁啊，第二啦，巷間啦，咁啊，其實南加州咧有冇進行巷間咧？呢個 terms 就好奇怪嘅，可能喺書度未必有學，咁但係其實係有做到嘅巷間。咩係巷間咧？巷間即係講緊咧，喺一啲年雨量較低嘅地方咧，會出現嘅一個種植方法，主要就係利用雨季完咗啦，可能仲有啲水分咧，藏咗喺土壤度啦，保存咗土壤入邊嘅，咁就可以攞呢啲水分咧嚟種一啲咧係比較抗旱嘅作物啦，例如係薯仔啊、鷹嘴豆啊、小麥啊等等啦，係啦，咁所以巷間都有做到。咁第三輪間就唔啱啦，因為輪間咧係唔係攞嚟應付氣候限制嘅，輪間咧係攞嚟應付呢一個咧土壤咧唔夠養分嘅啫，係咪？種完 A 收成就種 B，種完 B 又種 C，OK，其實同呢個氣候係冇關嘅，因為輪間咧係避免土壤耗盡某一種養分，咁所以呢條答案咧好 tricky 啊，就係 A 啦，OK，所以要注意有個新 terms 巷間，但係其實而家南加州都好少用噶啦，因為佢唔能夠好大範圍去做嘅，係啦。17年29題啊，淨係影呢張相嘅農業活動特徵啫。耕作農業一定啱啦，係咪？咁啊喺度灑緊水，係咪？咁啊肯定係耕作農業啦。喺呢一度，你見到都係冇動物喺度噶嘛。三商業性農業如果唔係咧，就唔使用到啲咁先進嘅機器啦，係咪？咁啊肯定啱啊，三度。二集嘅式啱唔啱咧？其實唔啱嘅。OK，因為呢一個係粗放式嚟嘅。咁你見到集約式應該係個投入好多啦，好多人啦，係咪？個農田好細啦，咁但係見到個農田咧係冇邊界，好大嘅，同埋人咧幾多個咧？我諗得一個人啫，喺度操控緊呢部機器，咁所以好明顯咧，佢係集約式嚟嘅，集約式嚟嘅，係啦。咁所以sorry，佢係粗放式嚟嘅，咁唔係集約式，咁所以個答案咧就係一三，係 boy 啦，喺呢一度。17年30題啦，使用殺蟲劑，過度使用殺蟲劑嘅可能後果啦，土壤污染啱啦，因為啲化學嘢嚟噶嘛，喂，土壤隨住雨水流入去河流嗰度咧，又叫土壤污染啊、河流污染啊等等。第二，負氧化唔啱啊，因為負氧化呢個字咧，其實係用化學肥料啊，特登陰嚟嘅，用化肥所以就導致負氧化噶嘛。OK，大家記住啊，哎呀，核突添，化肥啊，化學肥料而唔係殺蟲劑啊，咁所以二就唔啱噶啦。三，嚴重蟲害啱啊！如果當我哋用得太多個害蟲適應咗個殺蟲劑咧，有機會已經殺蟲劑殺佢唔到啦。好似我哋食藥咁食抗生素濫用抗生素，嗰隻病菌已經抗生素對佢冇用啦，成為咗超級病菌，蟲一樣嘅，成為咗超級害蟲 super pest，我哋叫做 OK，咁所以咧有機會引致超級害蟲係有過度使用殺蟲劑，咁所以答案係一同埋三啊，係 boy 啦呢一條題目。好啊，17年31條啊，邊啲方法可以減低土壤侵蝕咧？第一，覆種係得嘅。覆種嘅意思咧，即係一年入邊啦，
係當我種完 A 啦，咁咪可能3個月收成，跟住又再種嘢啦。係3個月之後，又再種嘢啦。即係無論任何時候咧，OK 都有啲作物咧係種植緊嘅，OK 種植緊嘅，即係唔好俾佢有一個休耕嘅時間啦。咁點解會咁樣咧？因為 keep 住有植物種咧，我係感謝有找緊泥土啦，有啲植物係咪？咁啊可以減少咧風吹埋嚟嘅土壤侵蝕啦。OK 係啦，咁啊。所以福種咧係 keep 住咧泥土入邊長時間有作物啊，咁就可以減少土壤侵蝕。第二，水滴灌溉可以嘅，因為一滴一滴滴落去咧比較溫和。但係如果你話係噴灌啦，或者啲水花水壓好勁嘅時候咧，我一噴落泥土度咧，咁就會打散，特別係表土啦，咁就有機會造成土壤侵蝕啦。第三，地網覆蓋啦，主要就係喺塊地嗰度咧，係喺塊表土上面咧去冚一層嘢啦，係啦，咁就盡量避免表土同外界一啲媒介嘅接觸啦，咁盡量一風吹埋嚟嘅時候咧，就可以減低土壤侵蝕嘅機會，保護個泥土。咁所以以下咧3個方法咧都係正確嘅，答案咧就會係 D 啦。17年32題啊，已經去到 C6嘅題目嚟噶啦。熱帶雨林入邊啊，生態系統其中一個成日考嘅 terms 啊嘅非生物組員，生態系統咧其實就有生物組員同埋非生物組員嘅。OK，咁生物組員顧名思義咧就係樹林入邊嘅動物啊、植物啊等等啦。咁而非生物組員咧就係非動物同埋植物嘅嘢啦。啊，包括咗乜嘢咧？例如係溫度啦、土壤啦、降雨啦等等啦。我哋睇下啱唔啱啊？第一，土壤肥沃，OK，貌似好 make sense。因為熱帶雨林植物好高，好多植物，土壤唔肥沃，好難支撐植物嘅生長。OK，咁諗就錯啦。因為熱帶雨林嘅土壤咧，其實一啲都唔肥沃，原因就係因為有咁多嘅植物喺入邊，佢哋係會好迅速咁樣吸收咗泥土入邊嘅養分嘅。咁所以熱帶雨林嘅泥土咧係唔肥沃，一定要記住。OK，要打3粒星。逢親問親你咧，雨林泥土肥唔肥沃咧，一定要答唔肥沃，因為植物咧係迅速吸收咗咧泥土嘅養分。第二啦，年溫差細啱啦，因為喺熱帶地方，一年四季咧都係差唔多嗰啲溫度嘅，冇一個明顯嘅季節之分，咁所以年溫差少咧係啱嘅。第三，相對濕度高，因為年雨量好高啊，咁所以成日落雨啦。OK，咁啊再加埋啦，咁多植物入邊咧可以 check 住啲水分啦。OK，咁所以咧相對濕度咧係非常之高嘅，答案咧就會係2、3、C 啦，呢一條題目。不過17年33題啊，咁啊認一認咧，OK，一啲植物嘅種類，咁呢個一睇個樣咧，唔係一啲藤啦，即係一條條咁樣，咁你見到即係開晒花咁樣啦，咁唔係一個攀援植物嚟嘅。咁而藤本植物就係攀援植物其中一種，咁所以都唔啱。咁啊樹林底層，咁呢一個亦都唔係一個底層啦，係咪？咁底層喺下邊嚟噶嘛，咁所以都唔啱。咁答案就係 B 啦。我哋通常呢啲樣咧都係附生植物嘅樣子嚟嘅，咁你可以記一記啦。17年34題啊，大規模伐林對熱帶雨林食物鏈嘅改變，食物鏈縮短就肯定啱啦，因為斬咗樹之後，好多動物都會冇咗啦，因為唔同層啊，有唔同嘅生物居住噶嘛，係咪？馬騮仔又住高啲，係咪？蛇咧，佢哋可以爬上去，又可以住高啲，係咪？特別係鳥類可以去到最高，係咪？有啲例如係獅子、老虎呢啲爬唔得太高嘅，就住喺個底層嗰度，係咪？咁所以如果少咗樹，少咗動物，我有好多動物都絕咗種啊，死晒嘅時候咧，咁食物鏈就會縮短咯，食性層次一定唔會增加啦。呢個係一個相反嘅概念，係咪？咁啊，冇晒植物啦，就冇晒植物，即係生產者少咗啦，生產者少咗，能夠傳遞嘅能量都會少咗，咁啊食性層次咧，OK 都係會唔會增加啦？第三個生產者數目減少呢個一定啱啦，因為植物就係生產者啊嘛。咁如果佢雨林伐咗林，少咗樹木，OK，咁所以少咗植物嘅時候，生產者數目都會減少咯。咁答案就係1、3 boy 啦，呢一條題目。咁我17年35條啊，一開始假答案先呢一題，答案係 C 啊。一開始咧 W 係刀耕火種，OK，即係要透過焚燒咧，我哋透過點解要燒啲泥土啊，燒啲植物嘅殘株啊咁樣？因為呢啲焚燒嘅過程咧，其實係可以短時間啊，係釋放一啲養分出嚟嘅。我哋咁當佢短時間釋放養分出嚟咧，我哋就可以種嘢啦。
種完嘢啦，Y 咁就係收成啦，咪收成啲嘢。咁收成完之後咧，因為啲養分耗盡啦，咁我哋就要進行氣耕，等呢塊地咧係有足夠嘅時間可以休息嘅。OK，咁所以成個過程咧就係 C 啦。所以你有時會經過一啲農田啦，喺內地啊或者東南亞國家咧，你會見到個農田係焚燒緊啊，有一陣臭味嘅。其實佢哋嗰啲農夫咧啊，就係喺透過一個焚燒嘅過程咧，令到啲泥土可以短時間釋放啲養分出嚟啊，咁就去種植。但係你唔可以狂燒，因為泥土始終一日咧都會耗盡佢嘅養分嘅。我哋只即係唔算一個可以好持續嘅過程嚟嘅啫。咁但係短時間啦，其實對個農業咧係有幫助，所以答案咧係 C 呢一題。下列邊啲原因啊，限制再造林復原熱帶雨林生態環境咧嘅效用咧？我哋即係講緊再造林啊，有啲乜嘢嘅限制喺度嘅？OK，第一，品種有限係啦，因為原本嘅森林咧，原生森林啊，OK，其實係好多好多唔同種嘅品種嘅一啲生物啦。我哋 even 我哋斬晒啲樹，重新再嚟過，由原生林變咗做次生林咧。其實都唔能夠100%咧，make sure 話所有嘅品種咧都能夠 recover 晒嘅。咁所以重新再種咧，有啲唔能夠話你種就種噶嘛，係要天時地利人和，就真係嗰段喺嗰度出現先會出現到。咁所以即係我哋重新再種過咧，未必可以100%種晒所有嘅品種喺度。咁所以品種有限咧，亦都係影響到生態環境嘅效用啦。有啲品種冇咗啊，其實就係對個環境咧唔能夠復原咧，就有直接嘅影響啦。第二，資金不足啦，唔夠錢係咪？復原唔晒成個雨林啦，雨林係一個好大嘅地方。咁第三啦，範圍局限啦，如果太細嘅範圍復原咧，其實冇意思嘅，因為雨林咁大，我哋一定要大片範圍咧先有用。咁所以答案咧係 D 呢一題。好啊，37題啊，2017年邊一啲因素影響一個地方嘅溫度啦？高度一定會啦，因為環境溫度遞減定律問過好多次，其實係 MC 喺呢一條 DSE 入邊，每上升1000米，下降6至6.5度啦。第二，洋流啦，OK 就係講緊其實海洋嘅流動啊，海水其實有幅圖嘅喺書入邊，你可以即係唔使話記嘅，但係你知道咧由高緯度流向低緯度咧，就係一個誒寒流啦。由低緯度流向高緯度咧，就係一個暖流啦。其實海水嘅溫度咧，其實係好影響一個地方嘅溫度嘅。OK，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啱嘅答案啦。第三，盛行風，即係某一個時間入邊一個時段啦，佢吹嘅風嚟嘅。咁如果嗰個時段吹嗰啲好凍嘅風嘅，永遠都係離岸風嘅，咁個地方咪凍啲咯。例如係嗰個時間係吹一啲向岸風暖和啲嘅，OK，咁嗰個地方咪有機會暖啲熱啲咯。OK，咁所以答案一二三咧都係會影響到。37題咧，答案就係 D 啦。我17年38題啊，X、Y 兩個城市做對比啦，咁啊一齊睇睇啦。X 城市啊，喺呢個位啦，日射角度較細，咁啊啱嘅。OK，因為越近赤道咧，佢嗰個日射嘅角度咧，太陽照射角度就會大啲啦，咁所以 Y 就會比 X 大嘅，係啦。咁年平均溫度啦，邊個日射角度大啲？OK，咁佢個年平均溫度都會高啲啦，咁所以二咧都會係啱嘅。第三個年溫差啦，咁好明顯咧，一定係 Y，我越近赤道嘅就越細啦。OK，咁所以 Y 嘅年溫差就會細啲嘅。OK，咁所以個答案咧就會係 A 啦。OK。好啊，39題啊，幾重要嘅題目。其實背書一定要背啦，因為 C7呢課書咧就係講好多嘅溫室氣體，而呢啲溫室氣體嘅人民來源啊，即係人類活動係乜嘢咧？咁農業係甲烷啦，絕對有啦，因為養牛嘅過程，畜牧業啊，係咪牛隻嘅打格啊、放屁啊等等都會釋放甲烷啦。第二啦，焚化過程啊，就有二氧化碳，呢個係啱。逢親燒啊，燃燒嘅過程咧，就有機會有二氧化碳。雖然我哋話新式嘅焚化爐冇啦。咁但係唔係呢個世界所有地方都係新式焚化爐噶嘛？總有啲人，總有啲地方係比較落後啲，係咪用緊舊嘅焚化嘅？唔係日本、台灣嗰啲咁先進嘅焚化設備啦。第三啦，化肥啦，用化學肥料咧，其實嘅來源咧，亦都會釋放咧氧化亞氮啦，亦都係啱。咁所以答案咧，其實就係 D 啊。呢個都係要透過記咧去記住佢嘅啫。好，最後啦，17年就40題啊！全球增溫對農業影響，全球蟲害加劇，啱啱因為熱咗嘛個環境，熱咗就適合嗰啲蟲咧去滋生啦，咁係所以一係有嘅。
二啦，因為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啦。本身乾嘅地方，半乾旱地方，佢嗰度更加熱咗啦，熱咗個蒸發量高咗，蒸發率高咗嘅時候咧，就乾旱期就更加熱啦。咁第三啊，高緯度地方啦，咁如果全球增溫即係暖咗啦，暖咗咧，生長期即係6度或以上，可能多咗6度或以上嘅日子咯。咁所以6度或以上日子咧就係適合種植，咁所以可能對高緯度地方嘅種植咧係會有幫助，可以有更多品種啦、唔同類型啦，或者個種嘅產量都可以多咗嘅。咁其實都係有佢個好處。咁所以全球增溫咧唔一定係淨係壞處，都有啲好處嘅。咁就係呢條題目嘅答案咧，就係多啦。